再来看5年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大会表演节目甲主持团队伫今仔日总算公布。这摆的主视角是由4种色水的彩带来编出台湾，也有准总统甲副总统的模样。这4种色也代表咱台湾自由、民主、自信甲友善。以代表自由、民主、自信、友善4种色水的彩带，画出准总统赖清德、准副总统萧美琴的模样。这是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庆祝大会的主视角，用主视角做主题的徽章、帽仔、并巾、矿泉水、大会纪念品也同齐点出。整个 team 大家 build up 了2个多月内就完成了非常多的任务。然后这次的视觉呢是希望可以就是带给大家一个比较亮眼的气象，让大家觉得这个就职典礼它应该是一个有朝气、活泼而且充满可能性的一个活动。大家好早，我名叫做 Kevin。用认真的台语参大家小掌门，也是这摆就职国宴的主持人之一戴凯文。戴凯文伫巴西出世大汉，伊自细汉就讲台语。27岁回来台湾，也已经摕到台湾的身份证。伊会晓8种语言，这届是担起主持国宴的责任。因为我爸爸这边都是台湾人嘛，所以他们也是非常为我感到骄傲。我现在的心态就是非常期待那天的到来。歌手周自强以经典台语歌《爱拼才会赢》留接现场气氛。520就职大会的表演有台语、客语、泮字 rap 演出。另外，520国宴伫台南举办，会有台南在地金曲歌王谢明佑唱出台湾的故事。记者郭宝君台北报道。